总统府长召开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，以面对物资、能源、医疗甲交通安全做5大主题。罗总统表示，会分阶段来执行，目标是明年3月份会举行小规模的地方演练，按照未来会培训40万的兵力，伫咧有必要的时阵支援国军。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2日进行，重点放伫咧民力训练运用、战略物资环境甲卫生配送、能源甲关键基础设施维护、社会医疗甲避难设施整备，还有资通运输甲金融网络安全5大主题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，要进行全方位的验证和演练，也要扩大跟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连结，彼此 携手合作，以系统性、专业性方式找出问题，拟定对策，落实执行。23位委员包括民防、宗教领袖加治安专家，也有邀请前联电董事长赵兴成、中国佛教会理事长释正尧、国防安全研究院董事长贺守业、全联董事长林炳强4个人做顾问。 希望拄到紧急或者是重大灾难时阵，民间先自救，再个扩大到社区，有在调加支援军事行动。在今天的会议上，我们也设立了总目标，在国家面临灾难或紧急状况时，要能够做到维持政府运作、维持社会民生核心功能持续运作，以及必要时支援军事行动。国安会秘书长齐书谦伫咧干部内面讲。 按算培训40万兵力，进行全社会防卫。12月的时候能够进行一次桌上兵推，明年3月希望能够在某一个县市进行一个地方的小规模演练。6、7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汉光演习，进行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前导性的演练。现在的40万的部分呢，我们会逐步的包括说从这个义警义消的系统，或者是防灾式的训练这3大面向，还有替代役的训练这4大面向一起来做训练跟培训。军事专家肯定政府努力强化民防力量，不过重点是安怎做，效果如何，一个等待时间检验。开完会之后，能不能落实到政策面来讲，其实它的效果很有限，有些 演习或演练，它没有办法拟真。譬如说，发电厂爆炸。罗总统强调，台湾一直拢面对真侪挑战，政府有决心用更加侪心力来应付，也有信心，互民众的安全得到更加侪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